臣弟已为王兄打听到楚国狄公主的确切消息。说来听听。那狄公主名叫芈姝，据说贤淑端庄，是诸国狄公主当中难得的美人啊。看来寡人运气不错。不过这秦楚联姻，还需要相宜之人搭线才能成功。王兄说的是，数年前我与上官大夫靳尚曾在魏国相遇，也算是旧日好友。此人野心勃勃，又诛求无厌，不妨先用他做庄买卖。大白兔，这是兔子吧？兔子啊，看着秃了套，知道吧？啊！咱们的钱在哪？王兄，你看那边，那边过来的两个女子，倒是很有几分颜色啊。多东西啊！个子矮些的那个，身上有种女子中少见的英气；高些的那个举止贤淑温柔，该更合王兄的口味吧？姐，这边更好。什么呀？哎，快！书简，给我看看。姐姐，你看，这书简上抄录的，我觉得。别怕，老伯身手不错。小丫头身手了得，彼此。谢老伯施之援手。老伯是？老伯是秦国的商人。秦国？秦国很远呢，来楚国干嘛？相亲。啊。这边，你捡起来。好汉急公好义，受小女子一拜。哎，贵人不必多礼。你们两人没有受惊吓吧？没有。哦，那就好。刚才那几个想要杀你们的人，短发纹身，像是越人。你们两个弱女子，怎么会招惹了他们？谁招惹他们了？是他们自己杀上门来的。越人虽然好斗，但从来不随意伤害别人。是我们的先王杀了他们的大王。那也没有道理啊，除非你们是楚国的王子。你受伤了，兄长。没事，区小伤，不算什么。都流血了。我等遭遇无妄之灾，连累先生受伤了，姝儿于心不忍。在下谢过贵人。不必多礼。何人在此私动？姐姐坏了，咱们若不马上赶回脂房，只怕就要被宫里的人发现了。多谢老伯，告辞了。走。恭喜王兄。哎，刚才被越人咬了一口，喜从何来？王兄没听
听见那女子自称舒儿，旁边那女子还说到宫里。看来越人追杀他们是有道理的。可是楚宫里公主不少，谁知道她是哪一个？臣弟刚刚跟王兄讲过的，那楚国的嫡公主就叫宜舒。看来王兄中头彩了。今日还好有惊无险，我还是第一次拿菜叶子砸人呢。公主当时若是有半点差池，绿萝可就活不成了。都说了有惊无险了，不必大惊小怪的。这事要是让魏后知道了，绿萝还是活不成。哎呦，放心，此事只有你我月儿知道，你就好好的活着吧。绿萝都快被吓死了，公主却满脸喜气，好像捡了宝贝。你可知何为福兮祸兮？好啦，去给我们烹茶吧。是。哎，姐姐，那老伯的剑法真不错，若不是他挡得快，那越人的刀就落在姐姐头上了。原来秦人之中也有如此慷慨仗义之人，不仅孔武有力，而且风流潇洒。难道姐姐真的喜欢上秦人啦？我只是在说秦人与我们楚人的区别啊。再说了，我们楚人当中也有出色的男子啊，不仅风度翩翩，还玉树临风。就像谁啊？怎么不说了？不像谁？就像黄公子、黄歇那样，如何？那是你说的，不是我说的。你不喜欢黄公子吗？我何时喜欢过？玉树临风，也不招妹妹喜欢。明明是姐姐喜欢孔武有力、风流潇洒的。死丫头！臣弟之前经常劝大王要打理须发，王兄都懒得理会。今日一个小丫头叫了一声老伯，王兄回来就忙着修剪胡子。你说，寡人真的有那么老吗？王兄一把络腮胡子，威风神武。只是这楚人华而不实，连男人都讲究修饰。大王的须发，在我秦人看来是相貌堂堂，只怕会吓到那些楚国的小丫头们。依寡人看，楚国的男子都缺乏血性，他们不以健壮为美，却以削瘦为美；不以弓马为荣，却以师父为荣；不以军功为尊，却以亲族为尊。将来秦楚开战，楚国必输无疑。叔公主，叔公主，你这丫头疯什么呢？大王要在大殿给公主招婿呢，而且还听到一个跟叔公主有关的大笑话。跟我有关的笑话？是何笑话？听前面的人说，大王打算召秦王今日午后进宫。召秦王进宫，与我有何干系啊？当然有干系。大王命膳房的言女，就是那个宫里丑陋出奇的厨娘，扮成嫡公主的模样，在楚宫大殿跟秦王相亲呢。真的？婢子倒想编排，可是也编排不出这等故事啊。亏得大王想得出来。不知那秦王会如何去应付那丑厨娘？弄不好会闹出些鱼目混珠的事来。那秦王怎么会娶个丑女当王后啊？这难讲，她可是当今楚国的嫡公主呢。秦王，请。楚王，请。
然天籁之音。一方山水养一方人，难怪处女娇美多情。妹妹，那个秦王怎么那么面熟啊？哪里是面熟？他明明就是那个搭救你我的秦国生意人。为了楚秦联姻，秦王千里迢迢来我郢都，足以表明诚意。只是这婚姻全凭缘分，不知舍妹与秦王是否有缘呢？久闻楚国嫡公主兰心蕙质，花容月貌，嬴驷倾慕已久。今日舍妹恰巧在宫中，秦王若不嫌弃，寡人把她换来一见可好？嬴驷三生有幸，愿一睹嫡公主风采。请淑公主来。是。楚王，请。秦王，请。他说他是来相亲的，原来是来相你的。哎，姐姐，你看，你看，这就是你呀！肥面宽鼻，粗手粗脚，头大如斗。你看，他胖的都没下巴了。姐姐，这可是你呀！讨厌！楚国嫡公主芈姝拜见大王。秦王。今日嬴驷大开眼界，令妹果然天赋迥异，四德绝佳。秦王口中的四德，可是周礼所言的妇德、妇言、妇容、妇功。舍妹淑儿自幼在宫中悉心教养，四德自然是不会差的。此四德非彼四德也。令妹是饱德、饿德、热德、冷德。秦王此话怎讲？令妹体魄健壮，耐得饥饱寒暑，粗音大嗓，说明内气充沛。再看双手，寻常宫中女子都是纤纤素手，青葱玉腕，令妹之手却粗壮、红润、有力。这气味，这浑身气味是油烟柴薪之清香。狄公主该是精于煎熬繁制之烹饪高手。都说当年齐桓公的庖厨易牙，厨艺无双，只怕他若在世，也羞于与令妹比肩。秦王真是说笑了，淑儿先下去吧。是。秦王目光犀利，识人有术，寡人佩服。本王与楚王之嫡妹果然有缘，望楚王能成人之美。秦王，你当真要娶那个她吗？既然她就是楚王的嫡妹芈姝，本王别无他求。这大殿之上，君子一言，可不能反悔啊！那是自然。本王要娶的就是楚国嫡公主芈姝。
来，楚王，来，秦王，请。原来那老伯就是秦王。那秦王修剪了胡须，竟然一表人才，气宇轩昂。只是他怎会如此糊涂，竟不分美丑，被王兄戏弄？姐姐这样痛心疾首，我看出来了，你是真的中意那秦王了。秦王有何不好？秦王自然是好，可他在大殿对大王信誓旦旦要娶的楚国嫡公主，可是那个浑身柴薪清香、善于烹调的胖秘书呢？那他是中了王兄的圈套，说不定他就是看中楚国嫡公主厨艺了得呢。你平日里姐姐妹妹的叫得那么亲热，如今我是热锅之乙，你却在一旁看热闹。好了，姐姐莫急，你说你要我如何帮你才好？得有人出宫，告诉秦王实情。这有何难的？此事交给我了。好妹妹，姐姐有一事相求。你说，既然秦王对我有情，那我也应该让他知晓舒儿的心意。姐姐是要私传信物给他？小声点儿。照理说，妹妹还未痊愈，不该劳累妹妹的。我不累，不就是替姐姐出宫一趟，去见那个秦国老伯吗？你老伯老伯的叫，好像他真的很老似的。不老不老，他不老，他与姐姐郎才女貌，天造地设。好啦，妹妹答应你就是了。好妹妹，这件事情干系重大，我该如何谢你才好啊？你我之间若用得着谢字，那便生分了。老伯，给，拿着，这是舒姐姐的一片心意。老伯，你真的觉得我很老吗？你虽不老，但年纪也不小了呀，还不赶紧窈窕淑女，钟鼓乐之，将舒姐姐迎娶到秦国，晚一步可是有人要抢的。这我知道。小丫头，回去告诉你们舒公主，本王定不会负舒公主一片真心。赵侯雍派来的求婚使者就住在这个驿站，朝廷内外不少人都主张要将舒姐姐嫁给赵侯雍。老伯，快动作，也好叫舒姐姐定心呐！啊！这就是赵国派来的使者。是。公主慢走，望公主下次再来。秦王不必相送，告辞。楚离子，敢问刚才离去的是楚国的哪位公主？还有哪位啊？自然是楚国的嫡公主芈姝啊。嫡公主怎么会一个人出行呢？嫡公主的随从都在外面候着呢。这不符合规制啊！嫡公主金枝玉叶，她来与秦王相见，难道还要弄得世人皆知？秦王带着聘礼在宫门外几次求见，我大楚乃礼仪之邦，大王总不会永远避而不见吧？赵国的使者来郢都多日，提亲之事也要落到实处。不把秦王打发走，寡人如何给赵侯雍一个交代啊？大王说得对，那就应该赶紧见秦王才是。那秦王来郢都是给舒公主下聘礼的，寡人见了他如何应答呀？当真把那个厨娘嫁给他呀？秦王一定要娶，大王就将那厨娘嫁给他，又有何妨？事情揭穿，出丑入乖的该是秦王，与大王
有何干系？这君子坦荡荡，鱼目混珠的手段实不可取。既然合纵大策已定，大王身为合纵长，还是当面义正辞严拒绝秦王为好，让其知道大王合纵之决心，免得日后更多纠缠。他若不肯与寡人让步，又当如何？这里是郢都，不是咸阳，他敢怎样？他若识趣，乖乖的走了，倒也罢了。他要用强拿下他的人头，是轻而易举之事。大王，此非仁义之举，万万不可。大王，此事还需慎重。大王，容寡人再想想。妹妹，王兄已经决定了，明日要宴请秦王，商讨婚事。姐姐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，那是圈套。圈套？适才子谢告诉我，他还是从曲子那里听说的，说大王已经听从朝阳的劝说，要在筵席之上埋伏刀斧手，诱杀秦王，将你嫁与赵侯雍。这可如何是好？王兄这是要葬送舒儿的一生。妹妹，快随我一同前去，求曲子帮忙。曲子认为此举非君子所为，执意反对，所以筵席之上只有朝阳一人作陪。秦王生死只在朝阳一人之手。此事连曲子都无可奈何，那他定是凶多吉少了。只需要姐姐拿定主意，秦王便会无恙。主意？什么主意啊？我此刻五脏俱焚，哪还有什么主意？好月儿，你替姐姐出个主意吧。月儿想，秦王若不去赴宴，他们就拿秦王无可奈何了。可如何才能让秦王不赴宴呢？姐姐放心，我这就去给秦王通风报信。哎，等等，我想办法偷偷拿出母后的出宫令符，和你一同前去。好。谁？舒公主有要事要见秦王。请稍等片刻。等一等。公主请进，王兄已在等候了。就是这儿，去吧。哎，那我先进去看看。谁？老伯，不是说是舒公主吗？小丫头，别生气，本王把你当成舒公主了，鲁莽造次了。老伯不是鲁莽，是目力太差。姐姐来了，在门外呢。姐姐，走。我在门外等你啊。
路上小心啊！大王放心吧。赵大夫，赵大夫为赵侯雍求婚，已在郢都滞留多日。今日楚王设宴，与寡人商议嫡公主芈姝的婚事。赵大夫何不一同前去？楚王跟你谈婚事，关我何事？诧异，嫡公主身边有几个婢女，都是绝色的。赵大夫可以请求楚王将其中一个婢女许配给赵侯雍。你，赵大夫刚才已经亲睹楚国嫡公主的容颜，既然无法娶到嫡公主，退而求其次，并不难看。告辞了。昨晚上我就一直守着那扇门，等啊等啊，一眨眼天就亮了。舒儿也是觉得奇怪，怎么一眨眼天就亮了？姐姐究竟与秦王说了些什么？难道姐姐没有劝说秦王今日不要赴宴？说了，可他说要光明正大娶我为后，所以一定要亲自面见王兄。秦王热血男儿，值得姐姐倾慕。不过昨日一夜未归，万一魏后追查起来，姐姐该如何回复？秦王愿为舒儿豁出命来，我眼下哪还顾得上那么多？请秦王脱履解剑。剑为男人之胆，身为秦王，剑不可离身。无妨。秦王，喝酒。来，都听仔细了，以水杯为号，扼杀勿论。本王上次进咸阳，就听说了一件事。何事？听说楚王常年患有隐病，因难于向世人启齿，无法根治，是楚王心中一块痛处。秦王，你什么意思？楚王听我把话说完，但本王却以为，楚王所谓隐病，也许正是楚王天生异禀之处。此话怎讲？楚王可曾听说过，我们西北有种兽类，叫香獐子。雄獐子天生香囊，其香气让雌獐子苦追不舍。楚王身上气味奇异，不正好雄冠楚宫吗？真有此事？本王这次特意为楚王带来了麝香，都说这东西若做成香囊，挂在身边，会让男人威力倍增。楚王不妨试试。秦王，本王一定试试。楚王好客，特意设宴宴请本王。本王早就听说楚王酒量无敌，所以
先敬楚王3杯。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干！且慢，这杯酒，本王是要为楚秦联姻，你我从此一家而庆贺。大王，秦王此话不妥。楚国与秦国何时联姻了？对啊，秦王，你与我楚国何时联的姻呢？寡人就是在这大殿上向楚王请求迎娶嫡公主芈姝，楚王当场承诺，并请出芈姝与我相见。不过才2月有余，楚王忘记了吗？此事寡人自然是没有忘记。可那日秦王见到的只是我楚宫的一名普通厨娘，并非是嫡公主芈姝。若秦王真的一味索讨，那寡人只好把那个厨娘给你了。君无戏言，本王一直都是向楚国嫡公主芈姝求亲，楚王答应的也是将嫡公主芈姝嫁于本王。芈姝明明是大王之妹，今日怎可随意拿个厨娘来搪塞？这联姻之事你情我愿，秦王这是要强讨硬娶了？怎能说是强讨硬娶？是你们有言在先，言而无信。明明说好的是嫡公主芈姝，怎会变成一个厨娘？久闻楚离子，能言善辩，伶牙俐齿，佩服，佩服。我们喝了这杯酒，如何？来来来，喝酒喝酒。等等，令尹大人真会说笑。楚王若不肯嫁妹，本王又怎能应娶？楚王，这把刀太钝了，看来要用上本王的这把匕首。楚王，要我来帮你吗？秦王不必客气。寡人，楚王看这把匕首如何？好匕首，鱼肠匕首，削铁如泥。楚王可愿试上一试？是就不必了。楚王，你这是要拿本王的命吗？寡人的本意是，楚王为了悔婚而杀秦国之君，楚国即成为秦国勇士之仇人。杀人一时，结仇百世，楚王以为值得吗？楚王言而无信，翻脸杀人，为世人不耻。来日，楚王又如何面对诸国国君？秦王，这是个误会，误会。本王知道这定是误会。若不是误会，刀剑无眼，只怕本王性命还在，楚王的性命却没了。赵阳，秦王，这里是郢都楚宫，不是你咸阳大殿，不得无礼。明明是你等埋伏了刀斧手，剑拔弩张，无礼在先。楚离子，不用再说了。楚王诚意邀请本王赴宴，商谈联姻大事。既然早晚都是一家人，何必过分计较？冤家宜解不宜结，
为何这些人还留在大殿之上？赵阳，寡人有贵客在此，这是要干什么？你们这些丢人现眼的家伙，都给老夫滚下去！还不快滚！好了，来，让本王再敬一杯，祝楚王在诸国君王之中拔得头筹。本王知道，楚王一向对我汉中商於之地情有独钟。若楚王愿促成秦楚联姻，那么这商於之地好商量。什么？秦王此话当真？当然是真。本王对舒公主倾慕已久，望楚王成全。舒公主出嫁之事不宜再谈。眼下楚国正准备与吴国结盟，大王前不久刚应允了赵侯雍的求亲。楚国只有一个嫡公主，总不好一人许配给两国。是啊，秦王，此事寡人的确是为难。大王，晋上晋大夫有要事要禀报大王，让他在大殿外等着。晋大夫说是要事，等不得。什么事儿如此慌张？让他进来。是。启禀大王。晋上有什么话赶紧说。啊，大王，赵国前来求亲的使者，走了。什么？赵国前来求亲的使者走了，离开郢都了。这个赵侯雍简直是荒唐，朝三暮四，竟然把两国联姻此等大事当作儿戏。赵国使者临走时说，他们亲眼看见秦王和舒公主多次在驿馆私下相会，郎情妾意。既然秦楚交好，外人怎能过分勉强？一派胡言！寡人的王妹舒儿，自幼乖巧贤淑，怎会与秦王做出那苟且之事？除非是赵国有。老夫担保，那赵国使者并非无中生有之人，必定是有人使诈。秦王，此事关乎到寡人的颜面和我王妹芈姝的名声，还望你能给个交代。本王自然会有交代，只要楚王应允，择日迎娶舒公主便是。你们这不是趁火打劫吗？可惜呀，已经水到渠成，生米煮成熟饭了。两位公主，请留步。谁敢阻拦嫡公主，小心你们的脑袋！拜见大王。拜见大王。你们来干什么？既然是商议舒姐姐的婚事，那总该问问舒姐姐自己的心思吧。大王，女子婚配向来全凭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。大王，解铃还须系铃人。好，淑妹啊，寡人今日就当面问你一声：秦王嬴驷三番两次来我楚国求亲，声言非你不娶。可这秦国千里迢迢，道阻且长，王兄认为你一定不会愿意嫁到那荒僻之地的，所以正打算替你做主。大王恕罪，此事还是由舒儿自己做主吧。你说什么？求大王体恤兄妹亲情，
成全舒儿与秦王的姻缘。楚王，这第3杯酒，就祝本王与舒公主百年好合，子嗣绵延，如何？母后息怒，舒妹妹也算是个性情中人，竟然不顾母后的颜面，只身闯入大殿，当众承认与秦王的私情，让大王好生难堪。哎呀，如今大王对这桩婚事也无可奈何，母后还是顺水推舟算了。臣妾就是想给母后通个气，免得一个人蒙在鼓里黑不隆咚的。既然婚事已定，母后的心也该落下了。臣妾可真是为舒妹妹感到高兴啊！好了，臣妾告辞了。恭喜母后！气死我了！真是气死我了！南后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，威后若是真生气，就招了他的道了。但舒儿怎会自降身份，自甘堕落？那秦王有什么好？哪点比得上赵侯雍？真是喝了迷魂汤了。舒公主也许是受了别人的挑唆，那月华台里不是还住着个芈月吗？可不是，我真是糊涂，竟然让舒儿和那个贱丫头在我的眼界之外恣意妄为。玳瑁，传我的旨意，让舒公主马上给我搬回高堂台。是，威后，晋上大夫求见。晋上一向跟南后热络，南后刚走他就来了。那奴婢去回了他，就说威后身子不适。等等，听说秦王就是托晋大夫为他出面求亲的，我倒要看看他怎么花言密嘴的。让他进来。是。拜见威后。免礼。谢威后。听说晋大夫近日为楚秦联姻之事忙碌得很，今日怎会到我这里来？微臣是给威后道喜来了。喜从何来？秦王久慕舒公主贤德美貌，愿以倾国之力来迎娶。舒公主乃威后掌上明珠，秦楚联姻岂不是喜事一桩吗？我看中的贤婿不是秦王，晋大夫道喜走错门了。赵侯雍虽好，但与秦王相比，确有缺失。此话怎讲？赵侯雍来楚国提亲，是为了合纵；大王曾允诺婚事，也是为了与五国联盟。臣以为，五国联盟貌似强大，实则人心不齐，不堪一击。楚国若与其联盟，必然浪费人力物力，不如结交强援，共谋他国。结盟由大王定夺，我只在意舒公主的婚事。这婚事和结盟之事同理，五国联盟尽其力，只相当于一个楚国。然而，五国人心涣散，只可当半个楚国。秦国国力雄厚，与楚国不相上下。若与秦国联姻，强强联手，便可无敌于天下。更何况，舒公主就算嫁给五国任何一个王侯，因其国力不强，这些王侯只是徒有虚名，王后之位就更是徒有虚名了，怎能跟一个手握大权的秦国王后相比？再者说，姻缘讲究的是一个缘分。舒公主与秦王情投意合，日后夫妻比翼双飞，鱼水和谐。
这不都是微寇所想所盼吗？你虽把那秦王说的百般之好，可那秦国荒蛮，秦人粗鲁，舒公主要是嫁过去，怕是要吃苦头的。好与不好，要问舒公主的心意。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。为后何不找个机会亲眼见一见秦王？到时便知微臣所言句句是真。
锦酒。魏夫人辛苦了。大王，请饮合锦酒。礼毕。恭贺大王皇后。果然西北之地多豪迈之风。古人说，舞蹈的舞和勇武的武乃为同源。我今日见了，相信了。大王，姐姐听说楚人也有歌舞，寡人曾在郢都的祭祀大典上得以观赏，甚为优美。祭祀大典。对了，楚人好巫，歌舞都是装神扮鬼的。王后一看就是善舞之人，日后在大王身边，不知王后是扮神还是扮鬼呀？据我所知，秦人也是敬重鬼神的。楚人好巫，招魂驱鬼，祈福攘灾。但怕就怕有一种巫，扮人扮鬼，非神非鬼，平时装的清白无辜，一不留神他就会出来兴风作浪。魏夫人在秦宫多年，定见过这种巫吧？你越这么说，妾身可就摸不着头脑了。魏夫人聪明，慢慢想就知道啦。今日大王大婚，台下毛戈相向，台上唇枪舌剑，好不热闹啊！让姐姐看笑话了。秦人好武，只要不要把这比武变成比武就行。芈月只是想告诉大王，其实楚人与秦人一样善歌舞。秦国有武士之舞，楚国有女妓之蹈。既然殿上已经有了武士之舞，那就望大王允许，请楚女献上楚国的山鬼之舞。准。献山鬼之舞。大王，请用酒。小丫头，口舌伶俐啊。是，大王。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；之子于归，宜其室家。舒儿，从今日起，你不再是楚国公主，而是我秦国王后。大王，这是你在秦国的身份，好好珍重。
大王恕罪，除了这玉玺，臣妾还有一物，看得更为珍重。是什么？是大王对臣妾的真心。舒儿贤惠美貌，寡人对你一见倾心。只是不知舒儿何时何地对寡人有意啊？其实那日在东市，歹人行凶，大王拔刀相助，臣妾便把心交给了大王。既然如此，寡人定不负你。你新入宫，本该住交房殿，但那里自先王后去世，已久无人居住，需要整修，所以暂且在清凉殿住一阵子。此刻，寡人有几句话你要记住。你是楚国娇养的公主，嫁到我秦国，却比不得楚国奢华。你身为王后，要为秦国女子的表率，贤惠克己。你嫁到我秦国，便是秦国之人，要事事以秦国为重。你可能做到？夫君对我信任与倚重，我以重任，舒儿一定照夫君说的话去做。你刚到宫中，若有委屈，尽管告诉寡人，寡人定当为你做主。臣妾一来就掌管后宫，说不定会招人嫉恨。寡人最讨厌后宫妇人之间那些小肚鸡肠、狐媚妖宠、勾心斗角的事情。我的舒儿高雅脱俗，定不会像他们那些人一样，让他们知难而退就行了。臣妾一定照着大王说的话去做。从今以后，寡人就将后宫交给你了。秦国立国数百年，我的王后必是一个贤惠的王后。寡人淡漠色相，秦国的后宫一直都很清静。如今列国纷争，你死我活，朝堂上的事已经让寡人非常劳心。望舒儿能给寡人一个和睦的后宫，舒儿可能做到。臣妾定不让大王受后宫纷扰。寡人就知道没有娶错王后。芈月妹妹，咱们3个人这一夜就这么守着吗？嘘。身为应女，头3日依礼法，都得这么在室外守着。反正就这3日，3日之后就由玳瑁、珍珠等贴身侍女打理了。忍忍吧。要不然咱们轮班吧，一个人先靠着板壁打个盹儿，另一个就守着，等到下半夜咱们再换。好啊，那孟昭姐姐和芈月妹妹守前半夜，我守后半夜，如何啊？不用了，这前半夜都快过去了，景妹妹也没休息多久，就由你和芈月妹妹来守上半夜，下半夜由我来守吧。谁看不出你的心思？应女陪嫁守夜，不过是为着夫君兴致来了，可以随时释放。上半夜大王必是和王后欢好，到了下半夜，谁守夜谁得便宜。我看你就省省吧，咱们打个赌，这一夜我们3个都白守。大王是不会叫任何一个人进去服侍的。那可不一定。你说这话真不知羞耻。你才不知羞耻呢。
我只是堂堂正正把话说出来了，可不像有些人明明心里想要，却口不应心。哎，行了行了，既然你们都想守下半夜，那我来守上半夜，你们先歇息吧。哼。大王，大王您醒了。王后还在睡觉，别吵醒她。大王可要更衣洗漱？奴婢这就去叫人。不必了。母亲，大王，大王历来是4更习武，5更上阵。可这是大王大婚呢。蜜月有所不知，大王又不是第一次大婚，过去也是这样。母亲，在。盾牌。没想到大家也有这么好的身手。师傅跟着大王上阵多年，每日陪着大王习武，这么多年下来，多少也能有些功底。常年累月陪大王习武，真是不易。一年四季风雨无阻，倒也行。哎，可眼下是夏季，若是到了冬季刮风下雪，4更起来，你们就更难了。这大王都不难，我们做下人的有何之难？老奴僭越了，无妨，再来。是。大王，母亲，更衣。是。大王的武艺真是炉火纯青，让臣妾大开眼界。大王真是有万夫不当之勇，静如处子，勇如猛虎。小丫头，王后还没醒，你该陪她多睡一会儿。是，大王。月儿，姐姐，姐姐，你
起来了。妹妹，大王呢？大王去哪儿了？大王4更起床练剑，此刻去洗漱更衣了。那妹妹怎么不叫醒我？大王体贴，说让你多睡一会儿。来到咸阳，嫁入秦宫，按理说我该心满意足，但我心里却更是七上八下的。昨日本想与大王说及武关有人下毒之事，但显然大王不喜后宫有人明争暗斗，只好忍了下来。姐姐别急，以后日子还长着呢。唉，算了，不睡了。即使大王体贴我，但身为王后，更该服侍大王才是。你们快帮我洗漱更衣吧。是。大王，拜见大王，拜见大王，拜见大王。王后今日端庄秀美。大王，臣妾服侍大王用早膳。不必了，寡人还要去宣示殿处理政务。大婚3日不是免朝吗？寡人只是去处理政务，午时会与你一同用膳，之后要去宗庙祭祖，过一日还要在后宫接受朝贺。永香令过会儿会向你禀示。是。香儿、慧儿，拜见芈月。起来吧。谢芈月。这是葵姑，这是我弟弟魏冉。你们叫我小冉就行。从今以后，你们就跟着我们了，无论好坏都是我们的人。我不会苛求你们，但也请你们自重。秦宫有秦宫的规矩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不懂之处，问葵姑便是。是。下去吧。姐姐，我出去玩了。好，别跑远了。哦。葵姑心里一定怪我。从楚国陪嫁过来的侍女还有不少，为何专挑这2个少不更事的来做贴身丫头？这次进秦宫，你定要选这个最偏远的小院子住。我由着你，你自小在宫里吃苦，不习惯人伺候，我也觉得人多口杂，手下够指派的就行。但这里是宫廷，你是楚国公主，身边人总该伶俐管用些。伶俐管用自然是好，忠厚老实更重要。年龄大的侍女都是被调教过的，这楚宫里面尔虞我诈，大约学会了不少。所以我挑人，只要一条，就是心里头干净。做事情拙，我可以教他，但做人拙，你是教不好的。说是朝贺新王后，但魏夫人他们肯定是有备而来。妹妹查了查，这前朝后宫简直就是魏国人的天下。魏夫人是先王后的妹妹，魏少氏又是魏夫人的族妹，大王的长子公子嬴华是魏夫人的独子，连那大良造公孙衍也是魏国人。妹妹快把那些有封号的嫔妃都跟我说说。听说大王素不好色，宫中嫔妃不是先公所赐，就是与先王后大婚时的应女和各国送的美人。唐夫人资历最老，大王少年时就跟着大王了。大王登基之前与魏国联姻，魏夫人随着先王后嫁到了秦国。大王登基后不久，魏王又把樊少氏和魏少氏送给了大王。另外，魏良人、国美人分别是东周公和西周公所送，除了病故的和犯了宫规被夺了位分的，宫中有封号的也就这些了。
外人都传，眼下大王最宠爱的是樊少使和魏少使，樊少使也是刚刚有了身孕。这些人之中，也不知道他们对我们都是什么心思。眼下不管他们千条妙计，姐姐只守一定之规。赏赐的东西我有准备，姑姑，去把那东西拿来。是。珍珠。大鸡一对，手镯一对，簪钗一对，这些都是打算赏给魏夫人的。因为先王后去世后，魏夫人一直有掌管后宫之名，而且她的儿子嬴华又是大王的长子，所以赏赐之分也应当要重一些。这样不妥。眼下姐姐已经是秦国的新王后了，而魏夫人也已不再是主持后宫之人，她的东西若是比别人多，定会让人猜测姐姐对她有所倚重，更是有所畏惧。依我看，她的东西应当与别人一样，这样让仰仗她的那些人知道，如今后宫的主人已不再是魏夫人，同时可以让众人知晓，新王后对大家一视同仁。就照你说的办。珍珠，按照赏赐的人数到我的嫁妆中挑选出来，一人一份，全都一样。是。唉，大婚当日，魏夫人话里话外都颇为挑衅，算是公开与我为敌。但其他人，我心里无数。听说那个国美人艳冠后宫，当年入宫3日，就被大王封为了美人。宫中永远不缺美人，姐姐不必惧她，倒可以好好安慰她。至于那些相貌平平、头脑却不平平的人，姐姐倒是要好好留意。臣妾拜见新王后。各位姐姐免礼。谢王后。臣妾恭迎新王后入殿。这交房殿雄宏巍峨，但这陈设未免过于简朴了。这殿里的一草一木都是当年我姐姐先王后亲手安顿的。我姐姐就是先王后去了以后，这里的一切都是按照她在世时的摆设，丝毫没有改变。就连每日熏的香都是她最喜欢的千蕊香。今日新王后在这儿，臣妾恍惚觉得我姐姐并没有离去。据说当年我姐姐出入宫受朝拜，穿的也是同样的敌衣，站在同样的位置上。唉，真是物是人非，让人唏嘘不已呀。魏夫人定是糊涂了。今日本该魏夫人带领后宫众人朝拜新王后，但魏夫人好像打算带着众人祭祀你那过世的姐姐。哎呦，罪过罪过！芈月不提醒，臣妾还真是差点忘了自己的本分，竟说些不着边际的话了。这时辰是该臣妾率众姐妹拜见新王后了。那好，今日初见几位姐姐，不知该如何称呼。
魏夫人昔日主持后宫，那就由你来引荐吧。臣妾魏氏拜见王后。王后应该是知道的，我与先王后是一母同胞。大王恩赐，册封夫人，生公子华。这位是唐夫人，在后宫之中，唐夫人的资历最高。唐夫人是唐国之后，公子焕之母。大王还是太子的时候，就已经开始服侍大王了。拜见王后。唐夫人免礼。谢王后。这是魏良人。拜见王后。免礼。早就听说魏良人才华昭昭，多谢王后。王后，这是国美人。拜见王后。免礼。谢王后。我知道国美人，美艳倾国。王后谬赞。这位是樊氏，魏国人，封少氏。樊少使，快免礼！你既然有身孕，从今以后见到我，不必再那么多繁文缛节的。谢王后。这位是我的族妹，魏少使。拜见王后。免礼。谢王后。魏国果然出美人。好了，这是我的几个妹妹，也来见过各位姐姐。这是芈月，是我同父的妹妹。王后的亲妹子才是人才出众呢，我们姐妹都领教过了。这是孟昭氏，是楚国令尹昭阳的亲侄女儿。这是景氏，她的族兄就是景差。景差善赋，列国皆知。玳瑁姑姑，把东西端上来。是。今日与众姐妹初次见面，美人姬钗一对，镯子一对，簪耳一副，锦缎2匹，朱公子书简一卷，笔墨刀砚一副。谢王后。谢王后赏赐，只是魏夫人和我们众姐妹的赏赐一样多，实在是不妥。有何不妥？王后初来乍到，恐怕不太清楚这其中的缘由。魏夫人主持后宫多年，不管是先王后在世时，还是大王平日里赏赐，魏姐姐都和我们众姐妹绝非一样。那照着魏少使的心思，这赏赐的该多了，还是该少了？这多少，当然是由大王和王后随意。这话就对了，多与少都是大王和王后随意，而不是别人讨要的。所以，今日的见面礼，没什么不妥的。王后与众姐妹寒暄多时，一定口渴了。来人，敬茶。哟，王后怎么不喝呀？
你看这茶，细秀如眉，状似兰花，色泽清脆鲜润，白毫满披。这可是茶中的极品，是大王赐给臣妾的好茶。王后不喜茶水过烫，何况好茶要配好茶具才妥当。芈月当心，这是先王后最喜欢的茶碗，就剩下这么一对了。哎呀，芈月，这可是先王后的遗物，芈月此举冒犯故人，大为不敬。既然是先王后的遗物，那你们应当好好收藏供奉才是。随意端上这茶碗给新王后敬茶，看来是你们不敬在先。先王后亲切和善，谦逊有礼，让我们众姐妹无论何时总忍不住睹物思人。又加之今日新王后接受后宫朝贺，姐妹们是希望新王后在后宫之中成为众人表率，恭谨谦和，不输给先王后。先王后左右逢源自然是好，但作为后宫楷模，新王后不但要待人一团和气，还要守正不阿，不然是非混淆，黑白不分，这后宫岂不乱套了？你这是指责先王后是非不分，黑白不辨了？我的意思是，行事个人有个人的气魄。你只是个应试陪嫁，无名无分，怎么如此这般放肆？芈月说的话就是我的意思。魏夫人是要与我论名分吗？臣妾不敢，臣妾只是觉得这是先王后留下的遗物，就这么损坏了，只怕得有个说法。既然是遗物，就不该拿出来随便乱用。所以说，还是魏夫人不够真爱。从今日起，这交房殿里里外外所有先王后的旧物，都送到先王后的2位卫士妹妹们房中去，让人摆放整齐，设炉焚香，以方便2位姐姐每日睹物思人。至于这控制下来的交房殿该如何布置，我另有打算。今日交房殿好热闹啊！拜见大王。大王，寡人知道今日你们姐妹相见，看起来你们都相处得很和睦。大王，各位姐妹都颇为热诚，让臣妾感动不已。如此，寡人就放心了。大王，2位卫士姐姐向臣妾述说了他们对先王后的思念之情，臣妾想请大王恩准，将这交房殿先王后所遗留下来的东西，都赐给2位姐姐保管。这交房殿久无人居，臣妾想重新整修布置一番，也让大王看个新鲜。你是寡人的王后，这些许小事，你自己做主便是。是，大王这么说，臣妾就安心了。妹妹真是令我刮目相看。今日若不是靠妹妹的才智，很难打下魏氏姐妹的气焰。其实她们并不惧怕我一个小小应试，能让她们低头的，还不是因为姐姐的位分。大王想要一个清静的后宫，我也并非妒忌之人，容不得大王与别的女人亲近。我只是厌恶那些想要算计我的人罢了。倘若魏氏姐妹真能看在我的位分上夹起尾巴做人，我也会放她们一马的。只怕难遂姐姐心愿，她们想要的永远比姐姐能给的多。妹妹看到魏夫人脸色了没有？白了又青的。魏夫人在后宫经营这么多年，今日大约也是轻视了姐姐，才会措手不及。以后日子还长着呢。我一想到交房殿大小物件都要搬到魏夫人和魏少使的殿中去，我就忍不住想笑。永香莲给我列了个清单，大小物件有上百件呢，车子运过去得好大一堆。魏夫人和她的族妹妹，面对他们谦逊有礼的先王后，大约要好好哭一场才是。姐姐的法子果真有用。我打算过几日再去他们房中查一查，
假若少一件东西都不依他们，他们若敢不把那些废物当宝贝供起来，我定要治他们一个大不敬之罪。只是光出一口恶气还不够，还需要细心找出他们陷害姐姐的证据，才能向大王出手，铲除祸根，不留后患。妹妹，姐姐还有一个心思。环顾着秦宫，色彩沉闷，布置单调，说好听了是朴实无华，说不好听是熬青手淡。姐姐想，也让这秦宫缤纷绚丽，有一点新气象。对，那姐姐不妨把楚国带来的丝绸锦缎给各宫的嫔妃们送些过去，再让宫里的缝纫绣娘给他们和他们的应试，以及他们身边的宫女们多做些新装。另外，既然姐姐要重新修整交房殿，那不如里里外外都按照姐姐喜好的楚风来陈设，让人耳目一新，有另一番天地。哼，别提了，这里简直就是魏夫人的天下。你看各宫嫔妃在魏夫人面前低眉顺眼，曲意奉承的样子。魏夫人也是依仗先王后的威风欺负人惯了，她的势力虽盘根错节，但也并非牢不可破。宫中的嫔妃都是来自诸国，各有各的厉害，各有各的心思。看模样，唐夫人应当是个老实人，魏良人虽眉眼精明，但言语却谨慎小心。姐姐，何不借着这些锦缎丝绸与他们多走动走动？妹妹说的有道理。王后，大王他一会儿就要来了。知道了。姐姐，那妹妹先走了。妹妹，我还有事要问你。你真的不愿意服侍大王？姐姐一定知道，庄子曾经说过一个故事。楚国有一只神龟，已死3000年。楚王以锦缎竹匣藏神龟于庙堂之上。你说对于这只神龟来讲，它是宁愿死后留下骨头让人珍藏，还是宁愿快乐地活在烂泥里？妹妹胸无大志，只想做一只泥土中的乌龟。望姐姐允许，3年之后，让我带着葵姑和小冉离开秦宫。人各有志，不可勉强。只是妹妹明珠暗投了。姐姐快些梳洗打扮吧，我先告退了。王后，今日的情形，奴婢在一旁都看见了。王后的确是赢了一局，可那个芈月的风头简直盖过了王后。你也该看到了，当时除了月儿，无人能帮我。月儿不争宠，不要名分，你还要她如何？奴婢多嘴了，王后息怒。